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黎阳王朝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原正统，手中不仅掌握了几十数百万的重兵，更重要的是，黎阳统治的范围当中有着无数的高手。黎阳王朝自身也养着不少强者，其中有6位最为出色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是哪6位。第6位，杨太岁。病虎杨太岁，当年黎阳王朝有望成为佛道领军人物的存在，但是他身为出家人，6根不清净，反而迷恋权势，甚至欺骗兄弟。当年的京城白衣案，杨太岁也是帮手之一。因为这件事儿，他对于徐骁愧疚了一辈子。虽然徐骁表示并不怪他，但他依旧是有心结。正因为这个心结，杨太岁的武道之路再无寸进，甚至这么多年来境界下滑严重。要知道，巅峰时期的杨太岁是敢将齐宣真的斩魔台都给踩踏的人物。当年的他能和齐宣真论道，可见实力有多强。白衣案之后的他一蹶不振，后在西域护送赵凯的时候被徐凤年劫杀，死在了徐凤年的手上。第5位，韩雕寺。韩雕寺在前期被称为陆地神仙之下韩无敌，虽然是指玄境，但是极为擅长杀天象。作为黎阳王朝的宦官之首，韩雕寺统领黎阳10万宦官，是春秋时期的3大魔头之一，在江湖上论口碑比徐骁还要差。韩雕寺在指玄境中的感悟排第2，仅次于桃花剑神邓太阿。一手红蛇缚龙之术让江湖中的1品高手闻风丧胆，当年不知道多少1品高手被韩雕寺给生剥了皮。作为4大宗师之一的福将红甲也是死在了韩雕寺的手上，一身的红甲被他尽数给剥掉。韩雕寺曾受过赵凯母亲1碗饭，让他记了一辈子。这个女人死后，韩雕寺把所有的恩情全部回报在了赵凯的身上。赵凯被徐凤年劫杀后，韩雕寺拼了命的要杀徐凤年来复仇，最终被徐凤年千里借了随血骨一剑给杀死了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黎阳王朝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原正统，明面上有6大高手，这6大高手是哪几个呢？第4位，柳宗师。黎阳王朝明面上最强的护道者，在天象境停留了50年，已经是位大天象的老牌高手。作为白衣案的主力，柳宗师的实力和当年的吴素差不了多少。当年围攻吴素时，他就是最大的威胁。如果不是吴素强行将境界提升到陆地神仙境的话，当时的他是逃不出来的。白衣案之后，柳宗师变得极为胆小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待在泰安城内不出去，直到有一次徐凤年大战北莽刺客，柳宗师抓住机会想要趁机除掉他，结果关键时刻徐凤年吸收了洛阳的功力，恢复了前世大秦皇帝的记忆和实力，一拳将其重伤。逃走后的柳宗师本以为自己安全了，结果被呵呵姑娘偷袭，就这样死去了。第3位，顾建堂。顾建堂是当年的春秋4大名将之一，作为黎阳的将军，当年如果不是徐骁横空出世的话，顾建堂恐怕才是雪中沙场最出彩的人物。只可惜因为有徐骁在，他被压了一辈子。顾建堂手握几10万精兵强将，镇守2辽，是黎阳王朝的顶梁柱。论自身实力，顾建堂是一位用刀宗师，号称是天下用刀的第1高手。他的绝技方寸雷可以损伤对方的气数，就连王先知接他几刀都会跌境。只可惜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既想在武道上登顶，又想在沙场和庙堂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换来的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最后选择一碗饺子卖黎阳，沦为了路人甲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黎阳王朝一共有6大高手坐镇，明面上有4个，暗处还有2位。这暗处的2位实力又有多强呢？第2位，赵黄巢。赵黄巢是当年黎阳王朝的皇子之一，作为如今赵氏的老祖宗，当年的他放弃了皇位，来到龙虎山修道，为赵家谋天下。作为春秋13甲中的数甲，赵黄巢精于算计，境界早早的就达到了陆地神仙。100年前的他设计刘松涛，让刘松涛入魔，杀尽了江湖高手，导致天门紧闭了20年。在地废山养出恶龙的他一直在针对北凉，磨灭北凉的气运，无数的残魂也被他给灭掉，想在梦中斩杀徐凤年，结果徐凤年领悟李成钢的剑开天门，直接梦中斩天龙，将他的魂魄逼退，惹怒了徐凤年的他，在徐凤年获得高数路的天人体魄进阶陆地神仙和王先知大战过后，又来到了龙虎山将他给斩杀，头骨都被徐凤年给打碎了。第1位，年轻宦官，黎阳王朝中隐藏最深的人物，在黎阳开国时就存在，一直存活了200多年，靠着吸食黎阳王朝的龙气长生，境界已经达到了天人境，在泰安城内靠着气运就是天人大长生，所以泰安城内他就是无敌的。儒道转霸道的曹长钦之所以没有进城杀掉黎阳皇帝，就是因为知晓他的存在，只要他活着，黎阳王朝就不会灭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